总统早起是到电台接受专访，伊向赖清德来话话，讲放下坚持，合作了后就会无共款。主持人问蔡总统，马祖敢有托梦予伊咧？蔡总统讲，伊这段时间对着马祖去了解，甲马祖定定做伙，所以马祖无需要搁托梦予伊咯。 总统蔡英文透早接受电台专访，面对民进党来初选要怎通过考验，伊是安尼讲的。我个人要努力，我想赖前院长要努力。我们对我们的支持者都有一份责任嘛，哈。那我们也应该共同来努力，让这一局不要让我们的支持者太焦虑。当时伊嘛愿意找赖清德坐落来讲，是讲蔡英文的条件，毋若伫党内、伫党外，未来有可能变成对手的妨害党市长郭台铭，因为受到马祖的托梦，爱出来为台湾做代志。蔡总统是台湾头一位参加白沙屯马祖绕境元首，讲到马祖托梦，伊的态度真自在。你回来之后，马祖有没有托梦给你？我觉得，因为在一起一段时间嘛，哈，因为我那个走了1个小时，后来又跟妈祖的信众们在一起一段时间嘛，哈，那因为在一起时间长了，就不需要托梦了。有关郭台铭捌讲，民主袂使做饭吃，蔡总统无认同。民主不能当饭吃，可是没有民主，我们恐怕。 我们的整个社会跟国家的发展恐怕就会倒退了吧。面对这个考验，最后伊再次强调讲，大家爱做伙打拼，嘛希望支持者应共同促进民进党的团结，和民进党应继续向前行。